第二首歌《이라이즈다합니다做客》，这一首歌让我们回忆到早期务农的生活，非常的辛苦。当有远方来的客人时，主人一定向客人说一声“家没有什么菜”，请慢用。远方的朋友回答说无所谓，我们用歌唱跳舞的方式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做客。 小溪。